查理·蒙格。2026、2029會把80%散戶洗出場的3件事。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股市裏總是少數人賺錢，大多數人虧錢？接下來的幾年會發生什麼事，讓那些投資大師說80%的散戶會被洗出場？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查理·蒙格生前留給我們的智慧，看看這3件事到底是什麼。大家好，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。今天我們要聊的話題真的很重要，因為這關係到我們每個投資者的錢包。查理·蒙格這個名字大家應該都聽過吧？他是巴菲特最親密的合作夥伴，也是投資界的傳奇人物。雖然蒙格已經離開了我們，但他留下的投資智慧到現在還是非常有用。我們都知道投資市場從來不是一條平坦的路，總是充滿了各種波動和挑戰。但接下來的2026到2029年，根據很多專業人士的分析，市場可能會面臨一些特別大的考驗。這些考驗會像篩子一樣，把那些沒有準備好的散戶吸出去。聽起來很殘酷，對吧？但這就是市場的現實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到底是哪3件事會造成這樣的局面呢？我們今天就要好好分析一下。這不是要嚇唬大家，而是希望我們能提前做好準備，不要成為那80%被洗出場的人。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蒙格的智慧能給我們什麼啟發。第一件事，利率的劇烈波動會讓很多人措手不及。首先，我們要談的就是利率問題。這聽起來好像很技術性，但其實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係。過去幾年，我們已經看到了利率的大幅度變化，從接近零的超低利率到現在比較高的水平。但很多專家認為，接下來幾年的利率波動會更加劇烈。為什麼利率這麼重要呢？我們可以這樣理解，利率就像是整個經濟系統的體溫計。當利率上升的時候，借錢的成本變高了，公司的營運成本也會增加，消費者貸款買房買車也會變得更困難。這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會直接影響到股市的表現。查理·蒙格一直強調要理解經濟的基本運作原理。他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，大意是說投資不是看表面的數字遊戲，而是要真正理解背後的經濟邏輯。現在的問題是，很多散戶根本不關心利率變化，他們只看股價漲跌。當利率突然大幅調整的時候，這些人就會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應對。我們來看一些實際的情況。根據美聯儲的數據，從2022年開始的加息週期已經讓很多過度借貸的投資者吃了大虧。那些用槓桿賣股票或賣房地產的人，突然發現自己的利息支出大幅增加，被迫賣出資產。接下來，如果利率繼續波動，或者出現更複雜的升降循環，那麼更多沒有準備的散戶就會承受不住壓力。關鍵是什麼呢？就是大部分散戶都習慣了低利率的環境，他們以為那是常態。但歷史告訴我們，利率是會循環變化的。蒙格經常說要從歷史中學習，要有長期的視覺。如果我們只看最近10年、20年，可能會覺得低利率是正常的。但如果我們看更長的時間跨度，就會發現利率其實一直在變化。所以第一個會洗掉散戶的因素，就是他們對利率變化的準備不足。當借錢成本突然變高，當公司盈利因為利息負擔而下降，當房地產市場因為貸款利率而降溫，很多人就會恐慌性賣出手中的資產。這種恐慌往往會造成更大的損失，因為他們是在最差的時機賣出。第二件事，科技泡沫的破裂會讓追高者血本無歸。
接下來我們要說的第二件事，就是科技股的問題。這幾年科技股的漲幅真的是非常驚人，很多公司的估值已經高到了一個很誇張的地步。人工智能、電動車、元宇宙，各種概念炒得火熱，很多散戶看到別人賺錢就忍不住跟風進場。蒙格對這種現象其實一直很警惕，他和巴菲特都不太喜歡投資那些他們看不懂的科技公司，不是因為他們保守，而是因為他們堅持只投資自己能理解的東西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，但很多散戶完全忽略了這一點。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是，很多科技公司的市盈率高得嚇人，有些公司甚至還在虧損，但市值卻高達幾百億美元。這種情況能持續多久呢？歷史上我們已經見過太多次這樣的泡沫了。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，當時無數散戶在高點買入，結果泡沫破裂後損失慘重。現在的問題是，很多人都忘記了那段歷史，或者他們覺得這次不一樣。每次泡沫的時候，大家都會說這次不一樣，但最後的結果往往都很相似。當科技股開始調整的時候，那些在高點追進去的散戶就會面臨巨大的損失，而且科技股的波動性通常比傳統行業更大，一旦開始下跌，跌幅可能會非常驚人。根據一些市場分析師的觀察，現在科技股的集中度非常高，幾家大公司佔據了整個市場很大的比重。這種情況其實很危險，因為如果這些龍頭公司出現問題，整個市場都會受到很大影響。蒙格一直強調分散投資的重要性，但很多散戶現在的投資組合裏科技股佔比可能超過了50%甚至更多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散戶買科技股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理解這些公司的商業模式，而是因為大家都在賣，因為看到價格在漲。這種跟風投資是最危險的。當市場情緒轉變的時候，這些人往往是第一批恐慌賣出的。他們買在高點，賣在低點，虧損是必然的結果。所以第二個會使出散戶的因素，就是科技泡沫可能的破裂。那些盲目追高、不懂基本面分析、只看價格走勢的投資者，很可能會在接下來的調整中遭受重大損失。這不是說科技股不能投資，而是說要理性投資，要真正理解你投資的是什麼。第三件事，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會考驗每個人的耐心。最後一件事情，也是最根本的一件事，就是全球經濟可能面臨的衰退風險。我們現在看到的各種經濟指標都在發出一些警訊，雖然還沒有真正進入衰退，但風險是實實在在存在的。查理·蒙格一生經歷過很多次經濟衰退，他對這種周期性的波動有着深刻的理解。他常說經濟衰退是不可避免的，重要的是你要有能力在衰退中生存下來，甚至找到機會。但問題是，現在很多散戶從來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經濟衰退，他們不知道那種環境有多艱難。經濟衰退意味着什麼呢？意味着公司盈利下降，失業率上升，消費能力減弱，整個經濟活動都會放緩。在這種環境下，股市通常會經歷比較長時間的調整，這不是短期的波動，而是可能持續1-2年甚至更長的熊市。很多散戶根本沒有心理準備去面對這種情況。我們來看看一些數據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，全球經濟增長正在放緩，一些主要經濟體的增長率已經降到了比較低的水平。與此同時，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也在增加不確定性。貿易摩擦、供應鏈問題、
能源價格波動，這些因素都可能成為引發衰退的導火索。蒙格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要有足夠的現金儲備和安全邊際。他說投資的第一原則是不要虧錢，第二原則是記住第一原則。這聽起來很簡單，但做起來很難，因為當市場在漲的時候，持有現金看起來很傻，大家都想把所有的錢投入市場去賺更多的錢。但這種貪婪往往會在市場轉向的時候讓人付出代價。當經濟衰退真的來臨時，那些把所有資金都投入股市，沒有任何緩衝的散戶就會陷入困境。他們可能因為生活壓力不得不在最低點賣出股票，或者因為保證金追繳而被強制平倉。這種被迫賣出是最慘的。因為你知道從長期來看股市會恢復，但你就是參不到那一天。更糟糕的是，經濟衰退還會伴隨着各種負面情緒和悲觀預測。媒體會不斷報道壞消息，市場上會充滿恐懼的氣氛。在這種環境下，保持理性和耐心是非常困難的。很多散戶會在這種壓力下做出錯誤的決定，把長期投資變成了短期賭博。所以第三個會使出散戶的因素，就是經濟衰退帶來的長期考驗。那些沒有充足準備、過度投資、缺乏耐心的人，很難在這樣的環境中堅持下來。而那些真正理解蒙格投資哲學的人，那些有足夠現金儲備、投資有安全邊際、能夠保持長期視覺的人，反而可能在衰退中找到好的投資機會。說到這裏，我們已經把這三件可能使出80%散戶的事情都聊完了。利率波動、科技泡沫、經濟衰退，這三個因素單獨看起來都很可怕。如果他們同時或者接連發生，那對市場的衝擊會更加巨大。但我們今天講這些不是要讓大家害怕，而是希望大家能夠提前做好準備。查理·蒙格的投資智慧告訴我們，投資不是賭博，而是一個需要理性、耐心和紀律的長期過程。我們需要真正理解自己投資的東西，需要保持足夠的安全邊際，需要有能力在市場低迷時保持冷靜。記住蒙格說過的話，最好的投資機會往往出現在別人最恐慌的時候。如果我們能夠在接下來幾年保持理性，不被市場情緒左右，不做過度的槓桿操作，保持充足的現金儲備，那麼我們不僅能夠避免成為那80%被洗出去的散戶，甚至還可能在危機中找到絕佳的投資機會。市場永遠是這樣，有人離開就有人進來，有人虧損就有人獲利。關鍵是我們要站在哪一邊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給大家一些啟發，讓我們一起學習投資大師的智慧，在未來的市場波動中保持清醒的頭腦。如果你覺得這個視頻有幫助，記得點讚訂閱。我們下期再見。